位弟兄姐妹晚安。晚安。在今天恩典时刻的祷告会，愿神帮助我们能够将心思意念完全的敞开在他面前。我们先一起来看一段经文，邀请我们一起来念：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更仔细的去了解上帝的方式是什么，他正在引导的道路是什么。愿我们花了许多的钱、许多的劳力、许多的心力，想要得到那使我们饱足的时候，先知以赛亚的话提醒我们：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因为生命的饱足单单在乎耶和华的供应。愿主帮助我们重新定睛于他，使我们明白我们付出的意义，还有我们所要行的方式，正是他带领我们的方式。在祷告会的一开始，我们先用一首诗歌来帮助我们的心向神敞开，来跟他祷告。邀请我们一起唱这首诗歌。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在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深知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愿圣灵帮助我们谦卑在他面前。站在大海边，才发现自己是多渺小，登上最高山，才发现天有多高。浩瀚的宇宙中，我真的微不足道，像灰尘消失也没人知道。夜空的星星仿佛在对着我微微笑，轻声告诉我，一切他都看见了。我所有挣扎，所有软弱和跌倒，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
万人中，他尽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在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愿圣灵帮助我们相信，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尽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在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但很多时候我们不见得有办法辨认主的恩典在哪里。但这首诗歌，还有我们日常敬拜的生活，应允我们每一条道路都是主帮助我们跟随他，亲近他的道路。愿这个时候我们花一点时间为自己来祷告，恳求主敞开我们的心，帮助我们能够时常与他亲近，并且在生命高高低低的境遇中，能够渴望他，而且知道他的道路是什么。第二，也求主的圣灵使我们的心灵明亮，明白他在生活中的带领，还有各样的恩典是如何在修正我们的生命，改变我们的生命。我们花一点时间为自己来祷告。生命的主，我们在自己生命的道路中，时常无法控制自己能否登上高峰，也无法掌握自己是否下一刻就会跌入深海。但是亲爱的父，你差派耶稣基督来，让我们知道你的恩典够我们用。只有认识无论是生命的高峰或是低谷，皆为你所造，我们才能以敬畏的心匍匐顺服在你面前，来寻求那生命的道路，来找寻我们生命各样际遇的意义。愿主你帮助我们在每次的祷告的时候，更加的顺服，更加的谦卑，更加的知道我们不是这个世界的主，你才是我们世界的主。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邀请我们这个时候一起起立，我们再一次来唱。当我们呼求的时候，耶稣要听见我们的祷告，他深深的明白我们的需要。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尽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
在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再一次典跟主说，的主啊，我们愿寻求你。当我呼求，耶稣听见我的祷告，千万人中，他尽关心我的需要。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都留下主恩典的记号。在风雨中，主人掌权。在风雨中，耶稣将我紧紧拥抱。我深知道，他是我永远的依靠。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走过的路，有欢笑，有泪水，将成为主恩典的记号。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神，谢谢你借着诗歌，还有我们每一次的聚集，提醒我们顺服于你是有何等大的福气。因为我们有一种自由，就是我们不再被世界上的各种观点来捆绑的自由。我们知道走在你的道路上是踏实的，定睛在你给我们的应许上是丰富的。所以亲爱的主，恳求你帮助我们时时记得，你才是我们生命那永恒的宝藏，其他的一切都会废去，但主啊，你的应许永远长存。因此愿你帮助我们一次一次的更深的归向你，而且更深的愿意在你里面来服侍你，来生活，来在这个世界上做光做盐。谢谢主，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时候让我们用这首歌来感谢我们的主。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河，叫我这不配的人平息得救。你赐生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救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树林高峰，让我赞美费尽美姿，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非靠双手，而祷告费尽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愿主饰。耶稣的生命让我们知道我们该走的路。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河，叫我这不配的人平息得救。你赐生灵帮助我，使我
胜过老旧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树林高峰，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非靠双手，而祷告非尽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这个时候，我们为以下的事情来祷告：我们为自己的家庭、教会软弱的肢体来祷告，为我们自己家人的灵命，或是我们当中未信主的亲友，或是我们当中有病痛、软弱、苦难的，或是哀伤者的遗族，我们为这样的肢体来祷告。亲爱的主圣灵，愿你把足够的怜悯，还有你的眼光是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父啊，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忙碌自己的事的时候，我们时常忽略了你是如何的爱我们的生命，甚至是我们周遭的弟兄姐妹，无论是信主或是还没有信主的。主啊，你对他们的怜悯都是深的，都是大的。求你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有更多的怜悯，如同你一样去关顾我们周遭这些需要的亲朋好友、家人，甚至是有病痛、软弱、苦难的。主啊，你帮助我们的心，如同你一样有那极深的怜悯，能够去安慰，能够去造就我们生命中这些伙伴。父啊，愿你赐下智慧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让我们在陪伴这些哀伤、痛苦、难过的时候，主啊，我们明白怎么样的去聆听，怎么样的在聆听的时候说出合宜的陪伴的话。亲爱的父，我们没有这样子的智慧，但是你有，所以愿你教我们如何在这世界上爱人如同爱自己一样。我们敬畏你的时候，我们就越加的有力量来爱人，越加的有力量来爱我们自己的家人，我们的弟兄姐妹，我们周遭的邻舍，还有我们教会的肢体。父啊，因为我们不是只单单自己过好就好，我们更深的是愿意来陪伴我们周遭的这些人，来走过生命中的低谷还有苦难。我们更是愿意主你更深的激励我们，常常来为彼此，来为我们的弟兄姐妹来祷告。愿你把这样子的火更深的激励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让我们在这样子与你连结的时候，我们也同时能够见证你在我们当中的恩典。谢谢你，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为我们教会会友的灵命，还有各样的事工代祷。求主让富强教会成为上帝所喜悦的教会。第二，也为着长职改选的筹备，流程顺利祷告。好，接下来还有下一页，为各部门服事盟主意向带领祷告。特别是当我们在疫情渐渐恢复的过程中，很多的小组还有牧区正在重新运作上的一个筹备中。愿主赐下意向，而且让每个人都有一个从圣灵而来的力量，知道如何继续相聚，如何继续让教会成为世界的光、世界的盐。我们一起为教会来祷告。
亲爱的父，我们要大声的称颂你，谢谢你设立教会在这个地方、这个邻里、这块土地上。主啊，我们在个人在许多的方面都从这边领受了很多的恩典，然而也有许多的服事或各样的运作，每周的在进行当中。亲爱的父，恳求你帮助我们在侍奉你、在跟随你、在聚会的时候，不致失落从你而来的意向。主啊，特别是当疫情来了之后，我们许多人面对生活习惯的调整、改变，对于聚会或是对于各样的侍奉，或许也有一个省思，或是面对自己真实情况的一个机会。但是主，我们相信你引导每一个敬拜、侍奉你的人，愿你这样借着这样子的变化，让我们更深层、更诚实的来面对自己在你面前的心意。亲爱的父，愿你扶持、引导每一个富强教会的人。主啊，帮助我们在你面前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有何等的福气，是在这边聚集来敬畏你、来侍奉你。主耶稣，你是因为你使用我们在这个地方来做你的光和盐，来能够在这个土地上来侍奉周遭的群体。主啊，愿你把这样的意象更深的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中，帮助富强教会成为这块土地的祝福，成为这个邻里的祝福，帮助我们知道怎么样的在这个地方做见证，而且来散发爱和温暖。主啊，我们服事不是每一周的一个好像一个固定的一个事工而已。主啊，我们渴望更多的人来听到这个福音，因此也愿你帮助我们每个人更多的经历你的福音要如何在我们这个群体中来发生，要如何在这个群体中来安慰我们。所以亲爱的父，愿你的福音在这地被宣扬，愿你的福音是大大的兴旺我们富强教会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因为这个福音是释放人的福音，是叫我们不会被世界捆绑的福音，帮助我们在各样的事工中就掌握这样子的一个意向，还有机会。我们为了能够奔走这条路而感到何等的荣幸和荣耀，因为这个荣耀是从你而来的，是我们不配的。愿你帮助我们的生命常常在聚集敬拜的时候有这样子的火，有这样子的复兴。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侍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让我们再唱一次，主用重价救赎我们。你用重价救赎我，使我脱离罪恶，叫我这不配的人平心得救。你赐圣灵帮助我，使我胜过老旧我，祈求恩主领我迈向树林高峰，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背靠双手，而祷告费尽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让我们所行的都能上帝的喜悦。让我赞美费尽每次，让我敬拜费尽方式，让我服侍背靠双手，而祷告费尽用口，让我爱人不要虚假，让我待人有心而发，让我学习顺服，以圣洁为装饰。接着我们一起为神的国度能够成就在这个地上祷告，为我们国家的政治领袖各样的首长有智慧来祷告，也为神的国度他的教会在台湾有各样的扩张的智慧还有方式，而且能够带给这块土地盼望。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当我们在思想我们国家的事情的时候，主啊，我们明白这个事情是超越我们所能理解的这样子的一个大的事情。但是主，我们相信，当我们在寻求你的时候，便有你属天的智慧还有心意，帮助我们看见当如何来侍奉我们的土地，侍奉这一个国家。亲爱的父，孩子要在这边首先恳求你来祝福在我们每一个邻里、每一个乡镇、每一个都市，甚至是我们整个国家的首长或是各样的行政长官。父啊，愿你赐下智慧，还有真实的良心，还有能够拒绝诱惑的各样的勇气，在这些人的工作或是日常生活中。主啊，愿你保守我们周遭的这些在工作或是在侍奉的人呢，他们的生命是常常有良善在他们的周遭，使各样的人不致进入凶恶，避免世界上的各样的试探。亲爱的父，孩子更恳求你来兴旺台湾的众教会，恳求你帮助我们在这块土地上的时候，我们能够帮助这块土地更加的良善，更加的对彼此有诚实，更少的谎言，更少的贪污，更少的各样的利益的交换。因为我们敬畏你，我们要在这个地方来用这样子的良善来护持我们周遭的邻里。主啊，愿你把你的眼光是深深的放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中，祝福我们每一个教会，还有每个教会里面的会友，在世界上的工作的时候，主啊，帮助我们有这样子的智慧来面对种种的挑战，还有不同价值观之间的一个冲突。愿你的圣灵帮助我们有勇气、有眼光来选择那合宜的路，而且有智慧，知道怎么样来帮助我们周遭的人。愿你的土地行在天上，如同行在地上，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谢谢你，这样子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最后，我们用基督是我满足这首诗歌，帮助我们知道那使我们满足的正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你是我江山，是我唯一所爱慕。这世上没有事物能够带给我满足，在试炼中，我灵歌唱，永不回头。我的自由，基督使我满足，基督你使我心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在于你，这盼望永不止息，天堂是我家，暴风雨中我灵歌唱，与你同行，荣耀归给上帝。使我满足，基督，你使我心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基督使我满足，基督，你使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
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我已经决定，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世界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耶稣，基督是我满足，基督你是我心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基督是我满足，基督你是我心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回头，世界在前面，世界在背后，不回头，永不回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世界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在以赛亚书55章第1节到第9节曾这样说：你们一切干渴的，都当就近水来；没有银钱的也可以来，你们都来，买了吃，不用银钱，不用付代价来买酒和奶。你们为何花钱买那不是食物的，用劳碌得来的买那不使人饱足的呢？你们要留意听我的话，就能吃那美物，得享肥甘，心中喜乐。第6节这样说：当趁耶和华可寻找的时候寻找他，亲近的时候，能够与他亲近的时候求告他。因为耶和华说：我的意念非同你们的意念，我的道路非同你们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耶和华的意念是什么呢？他说：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必得活。我要与你们立永远的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主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是大卫不用付上任何代价，就能够承接救恩的这样的恩典，就能够在他的第3代、第4代都仍然蒙福的这样的恩典。这是主单方面广大施予给大卫的，而如今也要施予给每一个愿意亲近他、跟随他、来喝他的酒还有奶的这样子的跟随者。愿主借着耶稣基督的生命，让我们更深的知道这个恩典是何等的广大。我们不要害怕世界的眼光，还有各样道路的压迫，因为主的道路是我们最踏实的道路，十字架的道路会帮助我们在走的时候，能够清楚的知道上帝的恩典将如同施行在耶稣基督身上一样，施行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我们能够体会那复活的力量。我们再唱一次，基督是我们的满足。你是我奖赏，是我唯一所爱慕。这世上没有事物能够带给我满足。在试炼中，我灵歌唱，永不回头。我的自由，基督使我满足，基督你使我心满足，
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基督是我满足，基督你是我心满足，我一切所需在于你，一切在于你。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十架在前面，十架在前面，世界在背后，永不回头，永不回头。这个时候，我们一起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父，这是何等奇妙的事情！十架的道路在世人看来虽是苦难，但是在信的人来说，我们知道这是你复活大能生命的彰显。父啊，我们已经从各样的见证人或是历世历代的圣徒教会身上知道，你十架的大能是大的，你帮助了那么多的人在教会里面建立各样的管道来造福这个世界，然后也让我们的生命有不一样的盼望，能够来走这一条路。所以亲爱的主，愿你挪去我们在跟随你的时候各样心中的害怕，帮助我们在跟随你的时候有勇气去走这一条道路，因为你的盼望还有恩典是够我们用的，使我们的力量能够因你而在走这一条路的时候得到充满，而且也有喜乐在奔走这一条路。愿你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喜乐，愿你的眼光成为我们心灵的平安。谢谢主。这个时候邀请我们一起用富强教会的祷告文来宣告说：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主耶稣的宝血遮盖高抹在富强教会及牧者及所有会友、亲人、产业上面，差派天使保护我们，求圣灵光照富强教会，看见自己的破口，不容许撒旦在我们身上有任何攻击的机会。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宣告，将喜乐、属天的能力与平安高抹在富强教会和弟兄姐妹身上，帮助我们成为神荣耀的器皿。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我们将掌声归给我们的主。谢谢大家，大家请坐。好，很高兴大家一起在这边一同来敬拜我们的神，然后一起来祷告。那首先我这边我们当中是不是有一个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叫做林若这个云啊，云哈，嗨，我们可以开手让我们欢迎你吗？你好，林若云。好，他是宗节小组的新朋友，那欢迎你来到我们教会，然后等一下可以一起快乐的小组哈。好，请坐。那今天呢，夏牧师和谢牧师他们这个周末是回到七美教会去主持参与他们那边一个很重要的以前同工的长老的葬礼，所以他们这个周末并不在这个地方。那我们也持续为夏牧师还有谢牧师的行程代祷，那也邀请大家等一下在一起小组聚会，或是回家来安静的时候，都能够有一个平安的周末，特别是国庆连假，大家都出入平安。好，那谢谢大家，我们今天的祷告会就到这里。那我们可以跟旁边的人说愿你平安。